歡迎收睇由文匯新媒體同屈基 TV 聯合製作嘅《世界事咪話唔關香港事》。大家好，我係伍俊瑜大魚。大家好，我係陳傑。大家好，我係陳鳳祥。美國國土安全部咧喺星期四，即係5月22號咧，就宣布取消哈佛大學招收國際學生嘅資格啊。咁啊，外國嘅學生咧就需要轉校啦。而隨後香港科技大學喺5月23號咧就宣布啊，就公開咁樣去邀請而家咧喺哈佛讀緊書嘅國際本科生同埋研究生咧嚟到去科技大學升學。而之後咧，而家最新嘅情況就係哈佛大學咧就已經向法院申請禁制令啦。今集我哋講哈佛禁令。傑哥，你認為今次咧點解會針對哈佛嘅咧？哈佛大學呢件事咧，我自己覺得係有啲係美國國內版嘅關稅戰嚇。咁如果我哋講特朗普係想先安內定係先讓外咧，咁我自己會覺得佢會選擇先安內嚇，因為講讓外嘅關稅戰可能暫時告一段落先，而且佢亦都係希望係將內部，尤其是佢對民主黨嘅一個打壓能夠可以持續落去，而確保佢自己嘅，其實我唔可以話佢係為共和黨好，我更多相信佢係為佢自己好嘅啫嚇，為佢自己嘅執政啊可以叫做所有嘅障礙物去挪開啊，咁呢樣嘢我比較相信係咁啦。咁哈佛大學如果佢嘅藉口話係嗰個叫做反猶主義太過猖狂啊，又或者話佢入邊好多人譬如話牽涉咗國家安全問題啊，咁我覺得呢啲都係一個藉口嚟㗎。更多嘅係大家如果睇翻今次特朗普嘅選舉入邊44個我哋講有嗰啲高等學府，即係最出名嗰啲美國學府嗰啲選區入邊，特朗普嘅共和黨佢哋嘅得票咧，只係得四席啫嚇，有4個地方係選到佢哋，而有40個咧係唔選佢而選到民主黨。呢個特朗普佢哋講呢個係一個建制嘅一個堡壘啊。咁喺一個咁樣嘅情況之下咧，特朗普係唔能夠容許嘅。大家都知道特朗普喺佢個成個，你無論佢第一次嘅執政又好，或者今一次嘅執政又好，佢要求嘅係一個叫做絕對忠誠。咁佢相信呢啲學校係培養唔到佢要嘅所謂嘅絕對忠誠嘅政客也好，嗰個管治團隊也好，一定係唔能夠符合佢呢一方面嗰個要求。咁如果我哋再睇翻，隨便講幾個名啊，你講奧巴馬、賀錦麗、布林肯、耶倫啊，呢啲都係嚟自於哈佛嘅畢業生，即係佢哋有一個好鞏固嘅一個叫做反對特朗普嘅一個聲音喺當中。而呢啲學校你話佢而家俾少啲嗰啲資助佢緊唔緊張？話俾你聽，佢唔緊張。哈佛唔缺錢嘅一個歷史咁悠久嘅大學，而且有咁多知名嘅校友，其實佢攞到嘅呢個資助咧，就根本係多過政府嘅一個撥款嘅。但係你限制咗佢嗰種咁嘅學術交流，其實一個美國，如果你特朗普係真係叫做心水清嘅都好，美國今時今日嘅科技成就啦，我哋講係幾多係嚟自海外嘅留學生啊，好多係讀完書之後留喺度嘅。啲人講話攞奧數比賽咁樣，中國隊同美國隊其實清一色都係華人啊，中國隊嘅中國人啦，佢嗰度嗰啲係華人，即係可能係移咗民嘅小朋友，移民一代、二代咁樣嘅一個咁嘅情況。即係你如果咁樣睇起嚟，移民係對美國今日嘅我哋講一個強國係都係有作出好大嘅一個貢獻。咁你而家係將外籍生係完全嘅咁樣排擠出去，其實對你美國往後係咪仲可以成為今時今日咁樣嘅一個科技強國咧？咁我已經係一個好大嘅問號㗎啦。冇錯，傑哥，其實我認為今次咧就話用一個因為哈佛入邊咧出現一啲叫做反猶主義嘅一啲示威，咁所以咧就要吊銷咗或者取消佢唔俾佢收國際生嘅呢個講法啊。呢個係一個表面嘅一個理由嚟嘅啫。因為點解咧？如果大家留意翻嘅話，就會發現咧，其實咧嗰個反猶嘅示威啦，嗰段嘅浪潮講緊係舊年嘅事啊嘛。咁舊年嘅話，呢個特朗普都未上場噶嘛，都仲係喺拜登嘅任內。
而呢一個嘅以巴衝突咧，亦都正正係因為得到拜登嘅支持，又或者係默許底下啦，先至會衍生出呢一個嘅反猶主義嘅浪潮啊！咁啊，當其時咧，亦都更加令到美國咧係好難堪嘅，因為咧佢支持以色列啊嘛，咁但係咧似乎喺當其時嘅學校入邊咧，亦都或者喺年輕人嘅眼中，因為佢哋接觸到TikTok 啊嘛，就睇到好多咧喺呢個加沙嗰邊嘅情況咧，就並非如美國主流媒體所報導嘅咁樣，而係咧真係牽涉到一啲人道主義嘅問題，咁所以先至帶領到一系列一個浪潮啊！點解？唔係淨止係哈佛㗎，其實嗰陣時咧，如果大家仲記得新聞有報嘅就係咧，好多間美國嘅大學啊，主要係大學啦，都有呢一啲咁樣嘅反猶嘅主義啊、遊行啊、示威啊、集會咁樣，更加咧係被美國當地嘅一啲警方咧強硬啊、鐵腕咁樣去處理嘅鎮壓啊！咁啊，所以咧點解我話係表面嘅理由咧？實際嘅理由，我覺得咧嗱，結果你又提到可能係政治嘅原因啦，或者係選票嘅原因啊。但我覺得咧，以而家特朗普嘅做法咧，更加多嘅係同錢有關啊。應該咧會 cut 佢 budget 啦，跟住亦都會咧諗啲辦法要去嘔翻突一啲嘢出嚟。因為之前咧都提到咧要凍結或者係唔再俾佢哋嘅研究嘅經費俾哈佛，咁啊呢度慳翻唔少錢啦。若果你再連埋呢個特朗普最近推出嘅美國金卡，即係移民金卡嘅話咧，嗱，好明顯咧呢個係競爭關係嚟㗎。因為咧，若果你係哈佛嘅國際生嘅話咧，你咪變咗一個海外學生，然後去申請移民啦，咁啊唔需要申請佢嗰張金卡啦，係咪？因為若果你係美國攞住美國嘅居留嘅身份，你喺嗰度讀書咧，就唔算係國際生㗎嘛。咁啊，而家最好就梗係可以鋸咁個嘅競爭對手係最好啦。Wilson，美國政府今次針對哈佛啊，你覺得對佢自身咧會有啲咩影響啊？睇翻特朗普嘅處理咧，都幾明顯係為咗自己不擇手段嘅。正如傑哥所講啦，呢個大學嘅園區得到嘅投票率選舉嘅支持特朗普好少，得4席，所以佢今日嘅報復喺全方位出現啦。留意翻喺白色恐怖之下，呢個係大學嘅白色恐怖啦。哥倫比亞大學、麥歇根大學都基本上相對妥協啦。校園容許呢一個咧，警方介入，抗議者要戴口罩要除低，或者相對嘅叫 DEI， 即是多元化啦、公平性啦同埋包容性3方面嘅政策都要按照特朗普嘅要求而改變，反映翻特朗普不擇手段。其實有冇諗過佢哋究竟係好定唔好呢？我同大家數一數，根據社會上嘅分析，大致最少有5個方面。如果校園今次咁樣做，對美國經濟好定唔好？一、直接收入超過400億美元咧，係喺前一年度咧係貢獻俾美國政府嘅，呢啲叫外來生。第二，學術研究，正如兩位所分享啦，其實唔少研究都係嚟自呢啲海外學生嘅。要估計大約60% 以上嘅多元性啊、學術成就啊，都係嚟自海外學生，唔係美國本土喎。勞動力更加係，佢哋會喺美國留低，進一步咧發展佢嘅事業，貢獻俾有關嘅產業。所以如果你將呢方面打倒嘅話，究竟產業有幾多呢？貢獻住一啲高尖端嘅行業。第四，文化社會多元性，因為唔同國家帶嚟嘅文化多元性，亦都可以產生咗好多火花，幫助咗進一步貢獻。我哋而家香港嘅大學也好，都希望咧學校有多啲唔同嘅學生帶嚟多元性嘅衝擊嘅。最後一點一定要講啦，就係軟實力。其實兩位都分享咗。美國嘅校友有幾多係成為最終嘅各個國家嘅政客呢？或者叫政治人物呢？呢啲都係幫咗美國成長嘅。留意一笪嘅特點咧，我哋有一啲銀行係屬於美資銀行嘅，去到全球各地嘅高層管理呢，竟然唔會用美國人嘅，好少有。我哋見到中資也好，或者唔同日資也好，最高管理層都係屬於當地，即係話自己國家人。但美資銀行可以容許非美國本土人，而係當地人。呢個當地指喺香港係香港人物，喺國內係國內嘅，喺印度係印度嘅，但係有個要求，都係嚟自美國常春藤大學畢業。所以美國教育實際上就培養咗一批好似離開自己美國，但係最終貢獻與影響力係不停都係幫助美國手嘅。今日美國將呢方面改變，其實我會分享到更加大嘅可能性出現。就美國喺各個方面戰後都係屬於好強嘅，喺軍事啦、喺產業啦、
當然今日面對一個好大嘅滑落。如果大家留意美國嘅副總統曼斯喺5月13號一個公開演講，美國海軍學院嘅畢業禮已經講到，美國無可動搖嘅主導地位時代已經結束，代表咗啱啱所提到嘅軍事也好、產業也好已經落後。不過實際上美國仲有一樣好強嘅，就係軟實力。大學帶嚟嘅軟實力，實際上幫咗美國一個好強大嘅地位依然保持。不過特朗普呢一招，不單止自己可以話做到滿足自己嘅個人私欲，但係喺軟實力上亦都可能出現一個新嘅動搖局面。傑哥啊，Wilson就提到咧，就呢個軟實力啦，咁啊講緊係一個國家嘅軟實力。咁一間大學可以點樣影響住一個國家嘅軟實力咧？我自己咁樣講啊，即係人咧係一個感情動物嚟嘅。其實你去邊度留學咧，你對嗰個地方咧或多或少係有啲感情嘅投入嘅。我哋講好多我哋早期我哋中國留學生去到美國，佢哋對美國係有一種特別嘅感情。畢竟你喺嗰度生活咗幾年，其實你翻到去之後，你或多或少即係好似我都有啲指導教授係留美嘅佢哋或多或少會同美國即係講些少好説話即係呢個係人之常情嚟嘅。咁其實一個大學，如果你係能夠用更包容嘅態度吸納嚟自五湖四海地球每一個角落嘅人咧，其實對你呢個國家，對你呢一間學校肯定係有好處嘅。你話我哋國家嘅一帶一路嘅成功，我絕對相信你喺我哋嘅大專院校入邊係吸納咗好多嚟自非洲嘅同學呢一啲就係以後翻到去佢哋國家嘅時候所謂嘅親華派嚟嘅。佢哋點解好多時都會傾向喺政策上面傾向喺我哋度咧？第一，佢喺度有個感情嘅一個生活，同埋我哋讀大學我哋都知道，除咗教授你一啲知識之外，嗰個人物嗰個網絡對一個學校都係非常重要嘅。點解呢間大學咁多人從事投行嘅？梗係啦，佢面試嘅時候都揾翻自己師兄弟即係呢樣嘢係好正常嘅一件事情嚟嘅。咁美國而家佢自己本來好有嘅優勢而家冇咗㗎啦喎，即係頭先 Wilson 你講嘅係佢原先喺印度係揾翻一個長春藤畢業嘅印度人，過多幾年冇㗎啦喎，佢冇晒㗎啦喎，咁佢點算咧？呢個就係一個問題嘅。其實我哋而家內地已經俾到我哋呢個經驗，即係以前吸納咗好多世界唔同嘅留學生，而家其實對於西方佢哋都吸納好多嘅。香港作為一個國家咁重要嘅一個門戶我哋個國際化亦都係最深嘅一個城市。我哋點樣可以用好呢一個機會吸納更多嘅原先係去美國嘅留學嘅朋友唔一定係內地㗎可能世界其他國家嘅嚟到香港留學咧？我諗喺政策上面科大一個好好嘅一個示範啦。我相信其他大專院校都會作出類似嘅行動去吸納人才呢個我哋都話搶人才啊嘛，係咪？但係我覺得更多嘅係咩咧？無論大學入邊嘅學者或者同學，都應該用一個更加開放同包容嘅一個心態。所以對學者嚟講，呢啲喺內地讀書或者喺世界其他國家讀書嘅啲學者翻到嚟嘅時候，佢唔係嚟同你搶飯碗啊，佢係嚟同你一齊建立呢一間大學嘅國際排名。大家知道Wilson 你係最清楚啦。大學你要有幾多我哋講喺學術上面要寫呢啲文獻上去爭取多啲人引用，令到你個學校喺學術上面嘅排名越嚟越高。咁你如果淨係靠即係一個地方，其實好難。你有唔同嘅角度去分析一件事，去研究一件事情，更多嘅學者嚟係一件好事。同學都係嗰啲人唔係嚟搶你個學位，即係有個分數線嘅。佢有達到呢個分數線，佢就可以嚟呢度讀書佢讀書嘅時候係咩咧？佢亦都係培養呢一班以後對香港特別有感情嘅人佢亦都會喺佢國家鼓勵啲人嚟香港旅遊嚟經商。呢啲就係我哋以後未來發展好重要嘅一個成功因素嚟㗎嘛。除咗會影響軟實力之外咧，亦都咧影響到抄能力。因為咧，其實咧咁多個嘅而家咧喺哈佛就大約有6000名嘅國際學生啦，咁佔咗咧學校嘅總嘅學生咧就佔咗2成左右。咁呢班人佢哋都要食噶嘛，要住噶嘛，咁嗰度亦都係啲經濟嘅收入嚟噶嘛。因為呢啲國際生咧係要自己交學費噶嘛，唔係用當地政府嘅資助噶嘛。
咁啊，一年嘅學費咧，閒閒地咧一定係過10萬以上噶啦。咁啊，哈佛咧就起碼都好似係60幾萬一年嘅學費啦。呢個咧就係一個帳面上邊嘅數目啦嚇。咁啊，如果你成績差少少，你又想讀嘅話咧，咁好多時咧都要捐錢俾學校噶嘛，咁先至能夠攞到嗰個學位。咁啊，所以咧今次咧對於美國嘅影響真係軟實力又有影響，同埋超能力亦都有影響。不過咧，其實佢錯就唔係錯喺呢度，錯係要同阿特朗普張金卡爭生意啊嘛。Richard，你點樣睇咧？有咁多個學生都想去哈佛升學呢一種嘅效應啊？講開哈佛呢種名牌效應，我嘅年代40-50年前，大家都夢想成為哈佛嘅學生。就算今時今日，父母亦都見到自己嘅仔女能夠去到呢啲美國常春藤嘅名牌，都係好開心嘅。點解會成為名牌？不如睇睇哈佛嘅一個簡單歷史啊！佢最早成立嘅時候喺美國建國之前，美國建國係1776年，而最早嘅哈佛成立係講緊17、18世紀。1636年，當其時一啲北美嘅移民就建立咗呢一間咁嘅學府，目的就係為咗一啲清教徒教育自己嘅細路。後尾就慢慢轉向呢個學術。第二階段就等於美國喺一戰之前嘅時間啦，學術擴張。1817年就建立咗唔同嘅學院，神學院啦、法學院等。跟住1860年就全國開始收生，亦都奠定咗今日一個研究大學嘅形象。關鍵係二戰之後國家實力強大，美國二戰之後好強，大家知道啦。無論佢嘅權力成為全球嘅經濟中心，如果講錢嘅校友嘅貢獻、學府政府俾嘅研究經費，仲有企業合作啦。講人，其實大家都講咗好多次啦，累積咗全球嘅人才，甚至唔少校友都係屬於全球嘅政壇嘅代表。新加坡嘅前總理咧都係呢個畢業生，更加關鍵嘅。通過唔少調研，喺呢個學術上攞到呢一個論文啊文獻，亦都成為呢一個咧話語規則。所以 IMF 等等組織咧都邀請呢啲常春藤學校咧幫手訂立國際標準。好啦，究竟佢嘅校訓乜嘢呢？原來查翻資料顯示咧，佢嘅校訓有2個方面嘅。第一就屬於最早期嘅榮耀歸於基督，後期基本上都講真理。其實入到啲大學，點樣揾到錢就成為一個主要名牌嘅理由。但係中國嘅大學又點呢？比較下呢種軟實力嘅分野啦。中國真正大學呢個名詞嚟自早期嘅戰國時期嘅《禮記》第42篇叫大學。大學後尾就獨立成為4書之一。佢強調嘅係做人做事立業、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做好一個人。我哋今日要講嘅就係叫道德文明。特朗普冇嘅。佢賺嘅係要講錢，贏嘅係要講通殺。實際上，中國嘅大學書院嘅由來已經過千年。漢朝以至唐朝嘅勵正書院，宋代4大書院係希望自由講學。仲有明朝嘅東林書院啦，清朝嘅科舉選拔官員啦，到晚清真正出現今日嘅清華大學1911年。我哋試下分享翻有關嘅校訓啦。如果睇翻中大同埋港大，港大係講明德格物，中大嘅係講博物約禮，其實都係講點樣做好一個好人，修心。我哋點樣讀書，點樣去進一步求證，講個人嘅修養係好重要，有別於西方只係講賺錢為目標嘅。所以今日世界改變啦，美國自己內訌，特朗普對自己嘅軟實力進行進攻，究竟佢嘅人才會唔會改變呢？我哋知道今日喺特朗普同埋拜登年代，唔少有關嘅華人已經再歸國，錢從何來？美國負債累累，一個大學點樣繼續保持佢品牌呢？其實國力轉變，西方嘅軟實力通過今次呢件事件反映翻中國繼續做好自己，而弱勢或者叫亂局係由對方美國自己造成。好啦，咁點解今次對哈佛嘅禁令會同香港有關嘅呢？原因咧就係我哋香港嘅科技大學啊，反應迅速啊，佢就表示啊，已經獲呢個哈佛大學學位課程確認錄取嘅學生咧，就可以去到科大繼續升學。唔止啊，除咗可以升學之後咧，學校仲會提供咧呢個無條件取錄啊，同埋咧喺學術上邊嘅支持啦，同埋會簡化一啲入學嘅程序等等，方便呢一啲嘅同學啦，不論係本科生或者係研究生咧，都可以
順利嚟到科技大學嚟到去讀書。咁啊，當然啦，就要嚟入科技大學讀書，就當然要嚟香港啦。咁樣咁都希望咧可以帶動到咧幫我哋嘅經濟啊。今集世界事咪話唔關香港事，就講到呢度先。我哋下一集再見。